但是讲实在啦，咱像咱这咧做媒体哦，是，无啥物风台假啦。是啦，咱这做媒体就像这小龟安尼啦。是啊。风雨愈大的所在，伊愈爱去遐哦，互风吹到咧伫现场做报道。对啦，啊，搁来表演者无啦。这就是咱，这就是记者的心声。是。一、两、三。记者即马伫中口东路的街仔头，这个风台会风阁好啊！我嘛即摆比袂紧啊！这是记者伫现场上新的报道，咱甲现场交互主播。这是咱的记者伫中口东路，这个风台上新的报道。你真足爱演的咧！根本风台就无遐大，你就甲演甲风台足大，风足透的安尼。哎呦，我跟你讲啊！顶礼拜，足无简单有一个风台叫做闪电。闪电。来一个啊！台北无啥物风，无啥物风，无啥物雨，我当然嘛演一个啊！唯一一个风台呢。有影。以前啊吼，若讲着要做风台啊，大家就安尼油头甲面安尼吼，我要烦恼是出咧等。但是即摆我相信大家甲咱的小龟共款。真无简单有风台要来，大家都讲真好。哎呦，总算风台要来咯。因为即马吼风台无来啊，咱的桃园啊、新竹啊、苗栗啊、中部啊、南部啊，开始咧欠水。有影。这是台湾56年来第一届，已经到10月啊，还无风台啦。嘿，足无简单，顶礼拜闪电有发布迄个陆上甲海上的风台警报。对。总算讲期待讲会当带来一寡雨水，也毋过嘛是感觉嘛是无啥物雨水落伫个水库。因为咱台湾拢是靠每一年做风台，甲这个。黄sơn雨期是每雨，每雨带来，互台湾有这水通用安尼。今年无做风台就惨啦，无水啦。哎呀，桃园啊、新竹这个所在就开始咧夜间的减压供水，减压送水，安尼就是水量，互你卖遐够啦。安尼加减会当洗一寡水落来。是，像我吼，有伫咧迄个健身房啊，哎呦，伫咧运动哦，有啊，我有咧运动啊。我讲过来到啊，毋是伫迄我伫新竹啊、桃园的朋友啊，拢讲吼，即马迄健身房吼，伊拢无法度，因为迄有的泡类似温泉那种泡浸水的、浸烧水的，佮有迄种蒸汽房吼，即马拢袂当用，拢停止。嘿，实在嘛，因为安尼啦，你看为咱台北开始，台北是算翡翠水库嘛，是，佮来石门水库，是，佮来苗栗的明德水库，是，佮来嘉义的站门水库，你看，迄水拢。是啊，都没什么水啦。是啦，无水通。对啊，你看，你像咱讲吼，一寡水库有一寡设施，咱会当看到讲，伊真正无水啊。譬如讲石门水库，要安怎看出？哎呦，迄石门水库就是有高价青蛙嘛。迄是日月潭。日月潭。石门水库是迄个库底。看到库底啊。库底有一个土地公庙。土地公庙。当你若看到这个库底土地公庙现出来的时阵，就表示还欠水。石门水库已经储水量已经无够了，已经见底了。若你讲的日月潭，这是高价水鸡，小塔一只塔一只。听讲顶几啊礼拜吼。伊已经出现8只张字，青蛙、水鸡，毋是张字。你若讲水量充足的时阵，你一只你都看无。你若水量慢慢少的时阵，第1只、第2只、第3只，一直现出来到第8只的时阵，就真正表示欠水，无水通落啉嘛。所以大家就爱较节约的，较欠啊用水。是啊，也毋过风台天吼，对阮这种上班的人来讲吼，算是一个小确幸。我知影安尼讲无啥好，因为像我风台来，台北市宣布讲放假迄天，我若当作我有来上班，我得当加申请一天补假。但是讲实在啦，咱像咱这咧做媒体哦，是，无啥物风台假啦。是啊，咱这做媒体就像这小龟安尼啦。是啊，风雨愈大的所在，伊愈爱去遐互风吹到咧伫现场做报道。对啦，搁来表演者无啦。这就是咱。
这就是记者的心声。是。当然不拿记者啦，你讲包括警察啦，包括消防人员啦，以前佫包括迄百货公司吼，迄嘛拢无法度，迄个专柜的小姐啊，佫迄外送员啊，透风落雨，拢无法度休。迄是即马拄啊好有逐个咧探讨种吼，风台天敢佫爱出去上班，迄服务业吼，敢佫爱出去上班，危险嘛，危险。啊，大家即个议题起来的时阵，大家较开始伫遐咧讲啊，千万唔通去上班。所以有即马开始有百货公司哦，迄主管吼，就开始决定讲啊，今仔日上班到几点就好啊，下晡就紧倒去厝。啊，若讲到即个风台吼，咱嘛有几个名词，甲大家来探讨。是啊。这样有几个名词我也毋捌听过呢。是啊，因较无实用，像较常讲的，咱无水的时阵，咱来讲，较多我讲的欠水。欠水。啊，咱小编佫甲咱讲吼，有一个是叫做缺水。啊，佫另外一个就是敢若较多我定定讲，我较多我定定讲过欠水是较定。还有一个我拢毋捌听过。叫做喝水，哎呦，你讲冇的啦。无啦，喝水你讲的，唔是我讲的。我讲唔对，我发音发唔对。拄则小编嘛讲喝水，好，很棒。讲开了没有？台语真正做难。很棒，过来。过来就是讲到咱的农民啦。欠水的时阵足烦因的心肝足疼，因为到这个时阵来啊，迄个稻啊拢要拔水，要收啊，结果无水，可能就空包蛋。对，因为今年就是吼，咱的政府就是讲吼，自己调做这灌溉的水拢要禁止起来，但是伊要甲咱农民做补贴，所以就讲到这个。二期稻作。对，这个无咱来讲，咱要讲稻啊的收成有第一期甲第二期。是。第一期叫做早冬。第二期叫做晚冬。搁一个讲法。闷冬。搁一个讲法。晚冬。这就是二期的稻作。搁来讲迄稻啊的抽水。抽水叫做抽水的意思是。出水就是迄稻啊咧收成要拔水啊。原来就是足明显有迄米水迄伫遐顶悬叫做抽水就对啊。这是吐水。吐水，个出水。有够难。够难哦。还好咯。咱较多讲着，稻啊咧灌溉咧。灌溉，当时就安尼讲哦。嘛当讲阴蚕，我捌听过。阴蚕我捌听过。鸭蚕个愈杂听过。真的哦。鸭蚕啊。因为我是庄下囡仔嘛，阮阿公阿嬷细汉时咧做蚕啊。你用鸭咧，我用鸭蚕啊。阴的哦，阴的我慢慢听过，要毋过鸭蚕较伫阮遐较定讲。你用鸭的哦？鸭蚕啊。我知啦，你用鸭的吼？鸭花啊。系啊，蚕用伊咩啦？用鸭的。鸭的啦，你有当时啊，像迄你咧按农药啊。迄喷农药啊，洗农药啊，喷农药、洗农药。是。我嘛是。我今第一个听到鸭蚕咧。是哦。鸭花、阴蚕。原来嘛会使讲鸭蚕啊。嘛是会使。鸭蚕是我较定，阮阿公阿嬷较定用嘿。咱的小编嘛有讲吼，讲咱的东京时代，咱的华视调台的好朋友啊，你若有啥物讲法，你嘛使甲阮分享呢。是啊。阮讲的无一定总对啦。是啊。我是吼嘿。阮嘛是因为语言这种物件嘛，就是即个讲法。像你无听过鸭蚕，我就定咧讲鸭蚕啊，袂是变啊。所以咱的乡亲，你若有其他的讲法，你嘛使甲咱摕出来做参考。嘿啊，有当时啊，我感觉出奇怪，我自细汉讲到大汉的讲法，到即马就，有人讲，毋是安尼讲，我得看伊是好弯。莫弯啦，这大家做参考有啥物好弯的？好啦，摕出来分享嘛。嘿啊，佫有两个啦，袂讲了。一个叫做温水蚕。温水蚕，佫有一个叫做旱蚕。这是啥物？有啥物无共？温水蚕的意思就是讲吼，伊灌溉甲伊的水分足充足的，水足充足的啦，就是温水蚕啦。对。旱蚕嘞，旱蚕就是无，就跟咱即摆农民共款，稻啊的农民共款，无水通无灌溉。对，个旱蚕。对啊。经过这道吼，我感觉吼无水才知影。
水无水的艰苦。对，无水的时阵较知影无水的艰苦。无看到观察袂流目屎。干嘛讲遐艰苦啊？无啦，因为我感觉台湾人吼。有一种讲法，我较认同一件代志。虽然讲这个讲法可能会红骂啦，要毋过就是台湾的水质真正足俗的。哦，水价的。嘿，水价真正足俗的。所以嘛有专家呼吁，水钱爱提悬。爱甲这个水钱甲提悬，大家才会珍惜水资源。是啊。所以讲，若要起迄个水道费，你赞成吗？我赞成。好。因为安尼，因为我嘛是这种。被动式的这种，甲你教我安尼，红光啊病，我较知影个痛苦啊，对啊，我是这种人啊，较 M 啦，系啦。我是袂啦，我若熟悉，我嘛轻轻要用。是哦，迄可能含细汉时用水的观念有建立起来。庄脚人用水嘛真扣烧，真扣补啊。是啊，唔敢浪费水啊。是啊哈，大家爱较欠要用水的。当然啦，即讲到这个风台吼，总是希望会当啊啦，风调雨顺啦。是，你风台来一个，莫造成伤大伤害。互咱一点点水，我感觉这是上多。所以风调雨顺，才会国泰民安，咱才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是。今日讲到这好。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有当时迄水吼，水伤济，水有当时我看迄有诶。可能面单啦，无就是厝面头尾啊，因咧洗啥物物件？用水放咧互流，水放咧互流。系啊，我感觉这对实在是对啊。你今仔日若甲迄水费啊、水道费甲抽较悬的，伊就袂啊。伊就袂安尼。系啊，伊甚至会想讲哦，这个身躯水我摕来拖涂骹哦。嘿哦，搁来迄个马桶。嘿哦，是冲啦，冲用冲的啊。冲马桶哦。